数款后上泰山宫，有花太假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厨师中中古又到了你老后上人大追股的时间哈。你出社会过后啊，所以发现当日都有动新鲜的事情，尤其是你都做功夫行到职场行的时间，真经是锣鼓连连啊，一样米血百样年啊。你今日邀请到6个后上人老大家共下来分享佢哋到职场行遇到嘅乜嘅新鲜事情咯，送上嚟分享。主持老海小姐都係質疑。大家好，我是東北老L客來希嘅質疑。係哦，到底老拄到咧 L 客嘅時節，用辦去幫他回旋打太極，等下搞太極。OK，第一隻老太太小解係李家。大家好，我係由後主管老費主管嘅李家家家。到底乜嘅按到後主管，乜嘅要算來係費主管，等下老太家傾下來分析下。第三隻老太家小姐都係應徵。大家好，我係搞新舊嘅狗都給叫出來嘅應徵真真。很快哦，很快哦。你睇大家都幾快哦。好，第四隻老太小姐嘅後先。大家好，我係生到 baby face，唔過嗰種病也是開始在做些痔瘡露纖皮嘅後先。啊 ，baby face。用辦要問問題，要問好嘞，睇下點樣，睇下點樣。你已經唔應落床啦。點解老太太小姐回去呢？大家好，我係透過幾種唔會參加嘅回去呢，我學嘅係自由派。自由派，點見嗬，所有嘅員工都好了，種主管，唔係參嗌，嗌自家做些，也不要管我業績做不做得到，我有做就好。跟住老太小姐係黃師傅。係大家好，我係職場嘅老條件嘅小鳳。老條件，看下見面就想到捱黑老條件。佢18歲時間就寫老條件。呢是老來的，冇強樣係冇？係冇強樣。不過你家一開始就講到，你到職場行正經做功夫嘅時候，一樣米血百樣嘢。唔係讀到按到嘅，像喺家要講到 L 客啊、好人客，唔係知道講廿個成法地圖，正經要 L 客，還有那個好人客麼？嘅自己先來分享下。其實我有讀過好人客，沒有讀過 L 客，因為我青細嘅時候就開始去我輩打工，從我太好嘅時候就去嘅我去行去買東西，因為你買東西一定會讀到 L 客嘛，只有錢到你就會讓你自家，那係讀過泰國泰將嘅就講泰國泰姐莫讓我自家啦，那係我算你貴啊，我咩冇好處啊，因為我真係冇權利嘅聽，佢哋看得非常嘅電影下，佢哋講啊。哎呦，細下妹啊，出來做細下動辛苦啊，就本來親好嘅，就本來自家說哦，好就按用就按用那樣。唔過呢種嘅家做自家採購裝可憐裝無辜啊，唔係打生意做得到呢。大家知道嗎？家嘅地方講一擺，你搶乜生意？黃小鳳講。佢啊，因為佢上來確定一下夜些些的，我說幾多夜些些的，從來了做咩好？來專用係點啊？我冇一談人嘅講法，我係談自家嘅地方用嘢嘅方式。咁你做對啦，泰國泰條假肉，阿姐，有嘅種點啊？正經嗬，回傾價實係跳價，我就跳賣嘅客貴。我就跳買啊，幫小鳳好貴啊，買嘅東西啱諗嘅。唔到啊，阿姐咩？係啊，係啊，買個阿姐。講你家嚟跳擺做些時間，要度過呢種 L 客喎。係，我其實當做咩啲做，是他們16、17歲嘅時間，嗰時我係啲百貨公司，看看按有藝術氣息嘅哪裡？我係做下頭昂奶型衫，頭昂奶型衫。你看眉毛很有藝術，我睇。我眉毛似醫生。唔過嗰時誒服務嘅對象啊，都係成年嘅，啲成年要係有錢人家嘅成年咧，有錢人家嘅成年嘅，冇唔錯。不過嗰時我係都爭做下新舊嘅啊，都係爭開始聽，唔過當才個，出讀到啲藝術天分都唔好嘅成年嘅，嗰時嘅成年後都係當難嘅作品，佢家長出嚟講，佢根本英文最啱正哦，我就講哦，排泄啦，阿妹佢根本啲新嘅作品較難掉嘅啦。佢就講，你要負責啊，喺面度調價出嚟，我重新來過。故所我喺香港因為按用點哦，因為按用啊，我經驗都冇識翻，就開
始来重新来做佢哋嘅作品。係啊，欣賞來開學生嘅做。真嘅。古說，佢家長嘅意思係佢無生命之家嘅生意無力天賦。唔好演技個也係唔強嘅呢。係啊，冇辦法用嘅。誒，可能咩有嗱個意思講可能係說你嘅先生無才調。唔係啊，地下唔係啊。遺傳係冇，有人講。唔係講係冇天分，我係當有天分咯，係技術嘅冇天分。冇，你冇教好嘅天分。來照片秀出來，我做啥？沒有照片。唔係啦，睇下講，其實嗬，前面係張底下講，因為我入到呀，人嘅圖案嚟欣賞嗬，我有一點規範，什麼規範一點嘛？就可以啊，規範一點，規範啊哈，就可以啊，先給啲做嘅時間哈，你說哦，董麗還嘿，搓圓圓好厲害，可是他搓正方形啊，啊，董圓圓很厲害，膝蓋下背搓圓圓，啊，你做嘅董麗開，啊，你用搓嘅正正嘅鬆背嘅，啊，我家長將會較歡喜。係，我有方法嘛。古所嘅家長咧嘅影響，幾個看到係做到好講。講嘅。因為講嘅上到講嘛，佢都不管嘅。冇唔錯。就講就好嘅。跟人上到講咩叫用係唔係讀到 L 下嘅好先啊，上到安。你講有。baby face 嘛。上到醬，還有上到煙刀好。好，謝謝。咩啊？我講已經結醬啊，還有結煙刀啊。咁親媽反已經嚇慢來維斯係啊，自家各種病啊到了下做個動作，講緊咪加油站啦，咁便利商店啦，咁盤店嘅 waiter 啦，還有到去咗圖攤底下，咁啲啲行啥啲咪做嘅任務啊。唔多得要學書嘛？要啊，甜點酸那些還有呢。美，慢來可以說那個奧克就是跟三寶一樣，就是什麼地方都有。慢來維斯有啊，又以技法已經講嘅，講安度埋，安度嘅傲到深處無怨尤，何來羞恥心之有啊？好嘅影響未要拄過啦，可能係因為家親媽反而影響挺多咧，拄到好嘅影響嘅時陣，我嘅心度跟先講就感覺凍感痛啊。係啊，咁個做好影響又係正確嘅，啲冇做好影響又係正確嘅，啲冇。因為撈馬沙講，撈天時地利，天時地利係㗎。哦，真緊啊！安尼天時地利挑戰嘅觀眾朋友，真緊嗬，安尼嘅做安尼嘅透露嘅，大家都付出自己嘅心嗬，對大家咪有互相咧蹦蹦停停嗬，咁我哋做一個奧客嗬，拜託大家，有幫你宣傳到嘛？做得好，有希望大家嗬。咁個可咧，在現場一開始就已經講自己係老調子嘛，黃小鳳先生，杜哥嘅。L 客絕對比記得漢阿多，來分享一下好冇？我知道，我聽到一隻啊，他啲書嘅，係個我朋友嗬，喺銀行上班，有一隻阿妹嗬，佢喺銀行老人冇係判佢助學貸款，係我延期，結果延期一天我拿出乜嘅損益證明，我本銀行提供有困難，佢當初哋讓我處理嘛，結果佢阿妹嗬。佢會辦咩？佢事故唔係拿個損益證明。我朋友要一天可以拿到損益證明，張做對老佢處理。結果兩下就拗到了。結果佢會辦咩？嗬，佢復錯嘅，開始睇西藏。因為你下冇損益證明就做唔得判嘅，嘿，你都曉也唔曉得，我嗌搞人就冇嚇，就開始睇西藏了。結果一後不係有人嚇，都喺等。結果佢棚前嗬，一下卡刀，一下卡槍，兩下拗到。最後了幾張地講吼，叫佢阿妹其實因為佢較減面子較薄啦，佢唔想本人地講減毛嘅，然後當開始出社會，事業有一些些嘅大，好佢講講安尼，其實安尼冇面子，係就故作安尼唔想拿出來。故作我知道你可能咩唔算嘛嘅 L 客，係佢面皮嘅問題，佢好面子嘅問題。唔過佢服務面嗬，最重要係乜嘅處理嘅問題，故作佢就講來。我提供嘢係問題，我咩知道哦，我冇係動有彩條，佢咩那唔係啊，其實因為較前啲人較多想法，嚇，佢就開始怪佢哦，講佢對錢嚇有當初有規劃來，唔看我用嘅那種天數，唔拿個證明本來，你強下去到公司申請，你自動用嘅。哦，佢強條線，佢睇下到就，哎呦，唔當係強人咧，係強骨咧，係冇開始睇西藏咧。講法嘅真嘅呢，你就係講法，然後啊做人嘅智慧，要用想法。故說你做職場最重要係咪心理學？因為老年人客啊，係攞主管，然後同事之間還有心理學，係變來變去嘅感覺嗬。咁講到隻職場嗬，家下講到係人客。
一下讲转来讲到主管，因为你有讲到嘛，好嘅主管等于上天堂，唔好嘅主管全部人食清汤，只会给你喝清汤啊！那个主管，你有知道自己遇到的是好主管，也系唔好嘅主管嚟理解来分享一下好冇？其實要讀到當好嘅主管，非常嘅，佢本意100分。要慢講呢，因為嗰時捱到係做下 part time 打工天天，唔過佢就攞人哋做佢設計生意當用心啲搞人哋，因為當用心嘅，比方講，而係設計那個設計系的，他就會讓你去設計懂多嘅東西，含正品出版按鈕。比方講，而係行銷類的，佢就會本意用行銷嘅方法，就會訓練你懂得你設計嘅專長啦。韓國咩會養出當好嘅氣氛，故所我知道我生係讀到嘅當好嘅主管，本來好似懂到。真嘅係上聲音有效效，而家聲音就拄到好主管。真嘅。嘅即從嘅天意落條錢係好食，做得按到條路，唔知道人嘅主管係好嘅也唔好。因為拄過一種主管哦，佢係嗰種控制欲很嚴重嘅嗰種。有時跟牛班講誒，佢在等嗰個講埋誒，本大家持有啊，你讓有新嘅想法，有新嘅方式去做事情。究竟你喺做事情嘅時間，嗰種。你愛你做咯，嚇！你用到朋友冇強用咯，你愛你會下強調係啊。奇怪，你自家講本來你做呀，你你下有講嘛嘅？有講到。冇客啊，冇客，冇客啦，嗰是講解啲其實嘅。因為只係呢一度接觸行正經咪拄到呢想唔到要容易用按到容易嚇，回去咪做攞呢分享下，挑擺拄過嘅主管談講，再講嘅攞自家做嘅冇強用，辛苦不易，種矛盾。朋友啦，叫做朋友之間係主管，係佢未當奇怪，佢新人佢之間係就壞主管，因為佢。就是進來的新人，佢冇教佢做事情，係佢唔教佢和事件當該業績要達到，業績沒達到是開除，所以佢新人佢自家係叫壞主管，佢講你按到不教而殺為子女，我是用我哋嘅朋友講嘅先經。講係做出講係時候。而且佢未當奇怪，係啊。小鳳唔知道呢種主管。你有談過嗎？也建設挺少嘅，當到地方就按呢啊，像百貨公司嘅賣化妝品咧，佢哋環境咩係按呢？佢薪水唔可以講清高，唔過佢係獎金色彩。哦，有州有嘅獎金就當厲害，嘅主管喺保護自家嘅地方，搞唔搞安排做乜嘅咯，係嘛？嘅一件點翻來年下就按你啊，係嘛？啊來年下全部最後全部本來做到就好啊，啊搞唔搞到按槍嚟打下自家嘅。冇錯。係啊。不過未有好嘅主管，從我頭擺到依然做行政嘅時節，嗰個主管，其實我嗰個朋友多少強，佢咪本來動態嘅空間，所以我自家做得管理我自家嘅事情，我自家嘅時間啊。淨土了到，係啊，所以我知道，我朋友嗰種方法，用到冇強用嘅人性，後咪會有冇強用嘅結果。真嘅吼，其實非經濟講嘅一個重點係強用一個嘢。假使用到無強用嘅事情、無強用嘅空間、無強用嘅情況底下，可能是無強用嘅結果噶。鄉親朋友、觀眾朋友，唔係想下，自家嘅做事時節有度過乜嘅動身是有乜嘅，自家做調整嘅時節，係唔係會對安尼嘅對新橋？自家做新橋嘅時節，又有度過乜嘅落調整嘅行為，等下真嚟繼續留大家分享了。隔一3禮拜以後，他就原形畢露了。一開始，佢拄到嘢是叫佢戴鬼面殼係冇，戴着面具來上班。捱唔掂，係唔係做乜嘅懵到捱咩唔掂啊？反正是他喝到雄黃酒。小青要出來了是嗎？兄弟懂年啊，你好長嘅時間。OK， 30年前嘅事情，唔係講好事誒。基本上係推家下係鐵粉條路咩去做辦公室。哦。歡迎大家都再嚟後生睇上我嘅節目嗬，而你上一段節目有問過大家對於職場上度過用版型嘅主管，不過你下嚟前一步嘅看到一個樣片，然後大家傾下嚟分享下，最後大家都有去過機場嘛，有出過國家，有出過去嘛，第一個輸送帶順條咪有個工作權。因為上次會看到那工作片，還有這些緝毒權嘛，因為上次機會兩家順條，但兩片地圖啊，有一個新來個拉布拉多，一個新腳趾，因為都那個訓練員順條啊，來討拍啊、塞奶啊，你就會知道哦，等陣時啊，唔過咧一鏡頭，下一秒鐘來到順條，看，因為佢攞吊鏡啊，攞吊鏡嚟叫啊，個順條水幕，變搞，你就想
Hello，那係乜嘅意思？在它影片上面，那洋片當講係咯啊，這個世界很那個老調性，僅僅有這個優勢，就在當一份，所以唔會不影響。不過那個性格時來就性嘅環境嘅世界，你就做到死，係很安樣先呢？嘅阿志來分享下。其實我講過，像我之前做牙齒美容嘅時，我就係做櫃台嘅，嗰陣時你做櫃台唔談搶，愛價格人下，愛推銷青島嘅商品，嗰時候主要青島嘅問題，愛請問漏掉錢嘛。嗰時候唔講我但發現到漏掉錢有一陣問題，就會講但搶做設計嘅事情，特別係遇到問題嘅時間有困難嘅時候，我就問佢講，誒做題問下你啊，用辦做冇，用辦用冇，佢就講，你啊唔係我嘅工作範圍哦。佢就按樣講，這是漏掉錢的台詞，因為佢講，哎，你下天數你了後，你天數你就變成我嘅事情，以後我都會天數你。莫管他人瓦上霜，個人自掃門前雪。因為你管到賠償嘅，哎，不當嘅，哎，就買個東西嘅時間，可能不應麻，哎，管你買個事情，顛倒，我們會為了保護自己，就鼓說，哦，我這乾脆不要插手。你自家想辦法，不過咧，有當時真叫咪拄到，不然壓死嘅漏掉錢嘅吼，給你家來分享下。我家下我分享嘅好主管嘛，吼，好主管啲化妝品嘅條路，呀，壞主管咧，我就唔講買條路啦，吼。啊，唔過啲壞主管真嘅係漏掉錢啊，吼，真嘅係不去欠息都離開嘅，因為嗰時間就係講，誒，佢一開始啊，看到捱嘅時間，因為新人嘛，吼，就會對你講，哦，新人來啊。動作很主動是本意識的哦，韓國人喺做咩事情很高誤哦，唔過啊，隔一3禮拜以後，他就原形畢露了。一開始，佢督導也是叫戴鬼面殼係冇，戴着面具來上班。捱唔掂，係唔係做乜嘅懵到捱咩唔掂啊？反正而且他喝到雄黃酒，捱真係唔掂。小青要出來了是嗎？反正呀，一禮拜以後佢原形畢露，就講哦，一而家都冇做事，係很捱啊，主動是本意識，哎呦。老騙人講捱嘅廢話，係啊，不過其實你新腳師嘛吼，你做唔得老騙人講捱唔係按用嘅人啊，嗰時候讀到一條嘅漏掉錢吼，真嘅唔點按用嘅做就欠息離開好嘅啦，係啊。因為遲到講，你都有漏掉錢都，已經有組織裡面的，人家都有漏掉錢去沖掉，好像是自己自家講自家嘅東西，你要融入他們。冇可能那個事情嚟講，不過哎，你更多啲都會漏掉，你會知道，哎，是不是這些前輩們都是這樣子的呢？感情跟安尼一場行，冇成敗，沒有成敗，只有漏掉錢，咁真嘅。冇，我真嘅有度過嗰種吼動戰嘅前批啦。就我之前在天台做節目咩，啊，背面咧我就設計了假日嘅拜一到拜二，全部就會出節目嘅帶狀節目。啊，不過一開始咧冇辦法請到按當人來節目當中做來賓啦，吼，誒，我之前啊帶我來做節目嘅前批，佢就講冇相關。來做得起，啊，佢就接來哦，無條件來當我的來賓，就是那個哇，你那麼暗厚呢，佢願意加班陪我來做節目，真係很暗自身啊。好嘞，好了 ，honor。如果真正嚟講，認真講到，所以講拄到呢種成敗時節，你真嘅會知道，佢係另一個貴人呢。他不只是成敗而已，還會添心意，會幫你提攜起來。一個真嘅就是用嚟教你。不過，剛才佢講到按到嘅漏掉錢情況太提示乜嘅，佢當講了在後生，你看有後生有獎，哦，要隨時有後生，啊又有一個新鮮的感，係唔係？不要重點，這個又地線的管呐！你冇法不讓你變啊，古時候佢會起到有危險，有受到威脅了，係唔係？啊，飛起，咁真嘅，你嘅新教師本意對安太壓力，有一點威脅，我動講嘅是嗰種防衛性動強嘅漏掉錢，是貴章人就很冷，還你問佢是從挑戰止於嘅嗰種同時又多少上強，你問佢問題，其實講變心機嘅事情啊，還你老佢上訴嘅高商，你是為向下走條路嘛，你是為起到順頭頭下永遠都該監視你，係啊，很直升機前輩，啱啲係咩直升機？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佢係遲到你，事件叫咧佢遲到你冇威脅性，幾時到你好咯？哦。可是我遲到當間估計係你唔知幾個結局怎會好啊？係啊。應該嚇，都有啲情況。
因为佢性管度有放疑心，所以當講，哎呦，你是來跟我上床嘛？改東西係冇。不過到呢個接觸行，見到安樣輕嘅時節，你性腳趾都接觸，到底樣板輕出頭天哦，樣板輕出頭天，你性腳趾係咪冇機會冇望咧？阿小鳳，哦，兄弟當年我們很長的時間。 OK， 30年前嘅事情，我講啦，我是誒，基本上係推家下係鐵粉條路咩去籌辦公室。有這種事啊！我籌辦公室哈，我就好多嘛個點啊，偏偏我學嘅事情就係糖花，然後曉得糖主幹嘅花，如果淨係聽書，我就一定愛去。好，那還講其他嘅人哈，像有啲同事啊，強皮嘅啦，講我愛聽書吼，我就禮貌上安尼，嘿嘿，安尼就都得咧。好。在香港好，不過性管度就是陽奉陰違。因為佢咩係主幹點嘛，禮貌上嘅聽書都得，因為佢就人冇出家嘅關係，係糖主幹嘅花，但糖花係糖乜嘅？糖營養嘅講法。佢辦公室有啲人講嘅係真心話，有啲人講嘅係表面，係表面嘅話。哦，給小鳳老太太講下，嘛個很多表面話，嘛個很多性感度真見上嘅話。你係直衝嘅心意，而去主管人講，你啲博嘅係咩有乜嘅困難，係有乜嘅事情煩到嘅，你係要我講哦。表面化。係，也表面化，其實際上我講嘛個人點啊？你啲博嘅用法安尼咯，事情嘛冇做好啦，嗬，處理案件嘛冇處理好啦，客戶嘛冇請到啦，你啲博嘅人啊注意到嘅，皮強很到嘅。幾真心話用誒？真心話就你老係皮強下皮強啊，皮強慳到。唔過安尼都啲嘅。故說你就啲整治模式合到接床行，因為佢根本談唔成認講嘅法。談唔成認吧？係啊，跟其他還有咧，還有一種嗬，強言咧，同事人講，唔得要搶高咗，哦唔會啊，安尼做當好，請好，安尼當強，當好，嗰種嗬，佢根本就冇需要人聽書。你這種當麻煩、當囉嗦，學壞嗬，會欺負到我，最好冇，最好唔曉得。按用就錯咧，按用就做得咧。係，故說接窗行嘅時節，你很希望我有乜嘅哆啦 A 夢嘅真心話翻譯機，然後又拜託大家講性管度嘅背後嘛，不然你團來團去都麻煩，係唔係啊？自己。我講我啲即從當行真嘅冇辦法講真心話，冇辦法。故說你啲接窗行咩唔係一直會講真心話嘅人？係啦，唔通嚟講嗬。因為你為乜解冇辦法講？因為你從你做性教師嘅人，最加更加冇辦法講真心話。像青島嘅事情，你看到唔順眼嘅事情，係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要再對我好一點。好咧，你咪人嘢打擂台。因為那係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就不會對我好一點，你就會對我非常不好。就會愛用嘅，咁說，你啲自從當紅就冇辦法講真心話。唔過你那係上位真嘅出頭天花，可能就會好得愛男人嘅太腳臂。我哋做乜嘅只要男人太腳臂？你看，你男小鳳嘅時間長數都男到太腳臂。其實我係講點點樣男唔到，正經男唔到。我係願意男人嘅太腳臂啦，做得冇？啊，做得。因為你係我嘅阿公啊，嗰時候我就願意愛多愛用起。唔講咧，我真人哋自從當行就會黐唔可以男人嘅太腳臂，我就講法就會跳出嚟。嗰時候我就時常就加上會得失到你，嗰時候我就冇辦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就不對我好一點，嗰時候我就離開自從咧，就變成自由嘅人，變成自由嘅人。你嘅性腳趾到職場行最想嘅本人看到。就當你做蒙定那個主管啊、前輩啊，看得到這個。不過，你當你緊盤忙嘅時節，咁有機會本人看得到回去。我知道性因機會回到我前面之間。是會合急性，做事情會合急性，講話咪會合急性，所以講話合急性嘅時間，意思話講唔出話，係你講唔出話啊，講出去是笑唔出來，所以兩隻時間是當容易得罪人，所以我是當你講話之前唔好按急性，係要想清楚。係真係講話是個現象嚇，因為講出去嘅話，就像發出去嘅水，永遠收不回來了。如果家回去講到嘅時候，重點就要沉得出氣。咁講用半天沉得住氣，用半天軟唔掉，用乾晒好先。其實用圖團來講啦，
性格是哦，你哦，这个行业分掉，你本来是嘛该是唔会的，所以你要糖会，糖主讲的会，你样做事情要咪做好，因为有一句话係應講嘅啊，伸手不打笑臉人啊，寸手不打笑面人啊，係啊，你第一自家就是多做事情小功法是好的。我中間意思是講，你當你小秘密，唔做事咪做得。當然唔係應講啊，你做邊嘅事之後要動作法應該做你講，唔打傾咯，唔打難事，專門打開模糊主計啊。還有啊，性格嘅原來，還有漏掉進去電台啊。了解，是的，了解這個法哦，是講你做事情的時間哦，其實你性格不然是唔會嘛，所以你學下多啲，因為糖人也唔會，你漏掉進呢，當然啦，你爬上去哦。該未去定時間多啦。最近我家下後先講嘅當重要係愛原來做人性格是愛原來做人老掉做人來老手嘅時節是會電台那個機會。你家下講到係性格到職場紅用扮演做人，我等下大家都做咧兩三年過後，會變到老掉先咯。用扮演對待那個性格是嘅，等下將來介紹老太子個大嘴股了。佢翻喺公司有一個新人吼，佢將來上班。從差研就唔見得啦，只上片數上1點鐘嘅。你喺邊嘅係冇？你大計冇啦。你嘅主角係喺去前嘅咯，喺去片數前哦，結果佢出到以後吼，嘅面吼係一堆嘅鳳鳳嘅煙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加滿到大家即個係喺做性格師嘅時間，用扮演讀到了到前邊啊，喺老掉錢嘅機會。唔過大家都職場上過了2-3年，即個咩唔係性格師了，慢慢就變咗前邊，慢慢唔係有老掉錢嘅機會出來。呢個時間公司有聘嘅新人嚟來嘅時間，嘅性格師有讀過嘛？該本知道嚇，那性格師。我要跳茶，我要跳毛呀！你讀過按那個性格師嘛？給應真先來分享一下。我先講，我唔係漏掉錢咯，吼，新人那個性格師啊，吼，迄個無靈通啦，吼，老去講頭唔低迷啊，吼，比較沒有積極感的那種，佢就算呢。我有擺讀過嗰種吼，真經吼，迄個運氣唔好啦，我就搞叫佢做事情哦。就講講愛拜佛愛燒香咩？我冇啊！我就同佢講，叫我用嚟做，佢冇做到，佢就算嘅哦。結果吼，佢就起到幾片叫出來咧，阿妹會啊，你想嘅阿妹係嘛？唔知嘅，我就想講，我見到佢叫出來嘅，所有人就啲嚟講啊，係咩冇家冇細就想講，因為我情況客叫嘅。你咩做咧攞佢跳客叫啊？佢馬上去寫到馬上應來。我真點樣會叫出來咧？因為我唔知道真嘅唔知我用幹啥。好對啊，佢平常時間就乖乖，古時候太時間咩冇講，我欺負佢啦。唔過最尾咧，那個條家係同我講，拿衛生紙本記，誰就做唔得咧？還要同佢做師傅，還要拿衛生紙本記，阿妹我呀，開眼假飯。係啊。係啊。係衛生紙，可能喺二三定衝定唔講嘅啦。冇啦，我收落送嘅。咩啊，兄弟，阿應真按那個經驗吼，我要從頭駕駛度過那種新嘅時間，你真係會批判別人，你喺做保姆係冇？我唔知啊。你喺嫁嘅戀愛係冇？我同人講，佢叫嘅時間乖乖冇叫，行按你係冇？我同人講哦，最頂印象嘅地方就係鴉片咧，佢生嚟邊係行卡高，古上係唔係按你乖乖，係按乖乖。那可能係叫唔到。佢射嚟，佢射妹啦。射妹啦，係啦，唔過係喺度乖乖啊，邊個嘅請容易啊？邊個嘅咩？變咗都咁容易啦。用上唔是相比，用上 Q 腰平，互利冇生喵，平唔跳跳，冇按你好嘅。黃小鳳嚟講下頭擺做些，有讀過本知道嚇？阿妹哦，你咪個性格師咯，有啊，佢翻喺公司有一個新人吼，佢將來上班。從差研就唔見得啦，只上片數上1點鐘嘅。佢喺邊嘅係冇？你主角係你大計冇啦。你嘅主角係喺去前嘅咯，喺去片數前哦，結果佢出到以後吼，嘅面吼係一堆嘅鳳鳳嘅煙嚟。衰佢就自己家對到嘅表紅眼嚟衰，你知冇？佢係一條線嚟嘅那個門縫有冇？嘅門縫嘅線。啲風係都喺入邊。係啊，結果佢吼。因為嗰陣時新人佢有做嘅名片，啊嗰陣時係想講，
洋片啊1礼拜将本期红啊先本伊1盒，佮1盒係100種，結果經過1禮拜，佢全部攏係拿新的呢。後來就說奇怪，就問伊講發幾多種，結果發冇幾多種，一細貼嘅，差唔多5種10種天，佢就用我人強咯，鹽溫用嘅地方。用我人強係兩係我那人家係少年人，你講我用我人強。佢真係當天才，因為我有一擺，基本佢冇研究就會錢的哦。我有一擺我去公司吼，我就去個咖啡廳，我就坐定食咖啡，我發條一看，有乜啲啲。而家都識咖啡呢，係啊，誒要快啲啦，叫我賣咖啡啊，叫佢係滿藝咧，安怡咧，係咩賣咖啡啊？嗰種人家漏掉錢，做乜去咖啡廳嚟食？因為公司嘅咖啡嘅咖啡嘅幾百隻咧，係我公司冇識嘅東西。難系是難系，喊你該講噶。我講漏掉錢，講新人啊。藍絲還不一嘅。跟新人很加天才，有冇解明白？佢測嘅客戶吼，寫嘅資料，叫客戶字較濟聽啦，嘅人吼，寫到衝人嘅量，佢冇去讓客戶問清楚哦，佢出條天路就怪佢去嘅。一般來講咩吼，也看唔清楚，我打電話，次打可能係強生意嘛，佢天路出隻怪佢，哦好，入嚟快咧，跟銀行從此消失，消失清東人咧。請佢喊擺打電話落去嘅時間都會為。您撥的電話是空號，全部差唔多。最後係用誒，最後係我重新再過去拜訪一拜。我咁啲講，一當初寫明明就係料，佢就啱我天路就怪係人。係啊，佢咩冇及佢？而家行菜喎，做都冇錯。冇啲係這是物理上的負債，冇錯，時間冇錯啦，冇啲嘅公司啦。硬生生啦，今日我講啱去到咧聲音吼，咧新教師吼，今日當主同當好啦吼，擺古代嘅時節吼，冇研究就大家自己保重哈，大家唔好保重，古代因為當主同嘅新教師嘅時節，會傾人用辦行走，我知道阿剔個主同未冇結好啦，經常佢直接該填碼號碼改天因為然後佢停休息咁咪冇空。您批大概就變成寧波的號碼是空號，你感覺唔到啊，唔到啊。唔講我特別到依然我最驚係嗰種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改聲音。聽講誒，是東南西啊，你冇講其實唔會聽筒，是從教聲音的朋友。我提醒佢，我記得上片數呢。係哦。我點見走呢？到底唔入呢？佢查愛色哦，應該愛色6000cc哦。即係你冇講其實唔會聽筒啊，動被動講啊動。種牛肉嘅，種牛肉嘅，前幾日去到附近啫，係咪動甜嘅？因為呢度科卡會教聲音啊，會撈聲音講，那個會寫咯，那個字會寫咯，到公司過後，你突然係太你嘅聲音。我講唔清楚。從聲音在太音，很甜啊！貴音就貴音，到科卡教聲音，到公司咪教聲音。用會用現界老調進你好心。我講哦。那特別土團嘅時間時候咧，你土團嘅時間拄到個動貓嘅個性叫啊，慢來為事嘅啦。奇怪哦，有事情有埋問題唔問哦，唔講哦，啊並啲性感度，奇怪你動作啱嘛，啱會同嘢先係哦，拜託嘅，你唔係做你講機去炸菜個。你大家做事情做套路是多冇慳嘅，你要唔啲東西問出來當難咩？有可能當難咩？有可能係叫乜講？係啊，還有最鬧係世界冇禮貌嘅。可能因為我自細會卡音啊，講緊都話要尊重朋友。咩講緊你做老調進嘅，所以你對我們畢恭畢敬。唔係啦，我意思係講哦，因為我哋咧傾嗰啲輩舊咧，我經驗咪變一下多嘛。哦，呢時係尊重我對家係挺愛啊。係啊。咁我講嘅咧冇禮貌，做對老客家來打一下比方，用半天冇禮貌。啱啱講好咧，我哋土團嘅時間，我哋技術按木頭後生去水木嘅時間，我哋開會嘛。開會嘅時間，大家成日錯定啊！我哋嘅老婆是唔係嘅前輩，就我們這些學長哦，就是有位置，有位置的就給學長做。因為性就是哦，你所以去的有不？我哋一坐共產咩不按呢？幾樣都冇計。
让位。这个叫做尊重，不是不爱做，好吗？我们这叫敬老尊贤。有给你啊，老我是而已啦。妹，哎，人家每有一段故事哦，因为别人家出去老因天寿，唔系嗌你一届，啊，計到聖教時候是唔定係黑馬沙，啊，結果頭前抽到嫩抽到好紋風不動那一種，哎，啊，結果我上講，我係學長嘛，我叫學弟都挺甜呢，我去啲後輩魔杖去下做的，結果個屬實我其實攞的是一個降頭，你們這些學弟怎麼坐在這裡？那個學長沒有給他讓位啊，你們坐在這邊真的是哦，你不知道他帶團帶了12年嗎？這樣子。學長來，1、2、3，石頭好，重輕評審。這全部留給你做。妹，這個就是職場文化。這個快抽動王咯，要動我們唔抽。直接寫學長2個字，也不要寫什麼某個後薪嘞，你就吃價下。謝李學長，我是學長，這樣。愛好笑。妹，這是尊重。你好高就會按樣型誒，你好高就會有這種嘅文化，就以前就會用 V 本樣。學弟師哥嘛，師哥。好，我看起來都有好心哈，當場誒會欺負誒學弟學妹嘅大學長。就像是趙峰一樣，小白妹會不欺負。呀，就才個節目咯，還是面上來看看。係啊，不過家好神都前一段節目有講到一句話，我知道真件嘅本台家傾下來討論是一個，你睇誒家有講嘅嘛，老調算電台，你個機會唔見得咁真件佢就會來，但老調先接上嘅嚟前輩啊，接上拄到嘅情況係乜嘅？但見定機會搶頭本順頭已經搶走嘅，但機會嚟回來。用辦來嘅小鳳，我是聽人家做嘅保險嘅朋友人來講吼，要這從好拿係拄到安尼人，你真嘅表現唔樣，你就要先攞佢保送。保送，先本佢身上去啦，唔好攞佢表啦，因為你表現唔樣嘛。你最後兩敗俱傷，佢還後不動呀老嘢話講你做來唔好，講你用辦唔好，你將手攞佢天數，先本佢身上去，安尼人嘅環境就會唔追他嘅，冇人攞唔長嘅咩？這什麼奇怪？哎，這種新的想法提一擺堂。你咩話人家比人家做10個年，一定比人較曉得，屬實人要比人較多。不過你自家喺漏掉錢嘅時節，個都本你搶走嘅時節，用解釋。長江後浪推前浪，人家前浪西洲沙灘航，用解釋。哦，長江後浪推前浪，古時候人家前浪嘅人，我想辦法去啲嘅山東航，冇本人送下咯。人家浪東島呢，都得比到山東航。咩啦？就是講較曉得嘅。係啊。還不錯，該一代新人換舊人啊！世上新人換舊人，係嘛？我講一條新人上出場啊，啪啊落去本人變新人。係啊，啪啊落去變新人，我假做按當年係咁乜講係？係，對嘛？好，應該觀眾們要想下，這個做了個漏掉錢的時節，也係講你做前批的時候，用版型拄到了個情況，我用版型來改革了。韓國啲這種好，你有想過拄到乜個事情？你想要離開，想要辭條路咧？等下真嚟繼續來分享了。靠你媽湊直升機來嘅啊！係啊！你拄到安樣你愛走嗎？你有走嗎？真難講。真難講嘛哈！理想也天生。咩啊？你走，你是話到你走是為有人脈嗎？係啊，所以你係留下來，見讓人脈，喺老街頭直升機打下來。這才是真正的攻心計呀！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太上個節目現場嗬，加下一團係先問太自家講，自家係做了個2-3年過後變到漏掉，有啲漏掉這些情況出來嘅時間，都對那個新人唔用辦現做。不過撒下來，俺哋要討論是係接受俺哋看乜嘅劇嘅時節啊，或有那個乜嘅宮鬥劇啊，或者乜嘅職場劇情況，啲或有乜嘅沙龍跳怪服，大家鬥來鬥去，同跳，都到俺哋嘅情況，假設性問題嘛。真緊拄到安尼情況嘅時節，因為用解釋繼續留下來，你係講，我冇讓人調來調去，我走離開，嘅阿志你知道誒？
我要先切离开，因为我感觉那些13年的力量，係冇辦法去改變呢只公司嘅制度，和係一只冇合理嘅現象。嗰時我就會先切講，我13年默默離開，就冇留記到去按用漲來漲去啊。因為我當你就會去上班，我面對按用嘅事情，心會痛甜咧。真嘅，當你在面對按用嘅調來調去，好像因為痛到馬上因為讓把聲音走判。哎呦，真嘅，講話都唔敢講誒。奇怪，我又不是在演《甄嬛傳》，還沒怎麼搞啊？用去，給你家咧，你拄到安尼情況，我們用幫你獻策。我妹妹獻策離開，因為我真係冇適合來做呀《甄嬛傳》的部分。冇啊，其實我就之前大家都講吼，而係愛慎重嘅發出來中意冇中意嘅事情，將慎重較夾掉嘅。唔過我知道，係講對亞條嘅環境吼，見啲嘅做呀心理戰啊，係講心計啊，其實對自家妹唔會慎重啊，韓國人嘅投入嘅時間就佔咗人生1/3有吧。人生有3個月，係叫多做投入當。係啊，你1到5都要面對按用嘅事情，真係會搏拼嘅。係啊，所以我真係會先出離開。嘅後生咧，你都來呢情況一些，因為選片來期望，係講算咧。其實我動腦選片呢個事情咯，做事是做事嘛，選埋片咯，有咩後生個咧，無聊無該做乜嘅，係冇？讀書咩？全世界係按樣動態嚟出社會嘅，還有按樣當做小團體啊。咩感覺？做事情就做事情，做好自己嘅事情是好嘅啦，冇無聊無該哦。但係你正經嘅一天來係愛選咯，愛是唔會選，冇愛是冇好啲啦，你冇講嘅啊，佢冇講嘅。佢冇講啊，加詩歌呢，哪裡講？你講咩？因為你咁講，你做條路就做條路啊，無聊無該做嘛係咯，你條路做好是好咧，上岸到嘛。但係就動開啊，相處啊。咩相處係相處，唔講，我讓你講話，你是會按，我讓你講話，你是唔爽。我做事情做得安全冇按簡單嘅小團體。講嘅係小團，你一種嘅小團體啦。係啊，對，拄到安尼情況時，你自己也會知道，你條路做到冇干冇散嘅，係唔係？嘅飛機拄到安尼情況時，用派去選，做得選。你到線路條路，你是自家想清楚，你係為到現實生活，還係為到理想？啊，你係講為到理想，還是到只有5斗米，你也要這樣？係，還係為到現實生活，該有6斗米嘅為上一片嘅啊，實在係啊！真嘅，有當然真嘅為到咧5斗米吼，咧略略嘅薪水，略略嘅業績，嚟慢嚟想辦法嚟見證自家嘅人脈，想辦法讓自家人脈建立起來。不過，因為從頭看得到，是他好像到處做公關，那係真確係經驗嘅風險喎，咧認真。其實我出到啦，吼人脈係當重要嘅事情啦，因為講做事情前咧，其實愛先學會做人啦。我老實話講，吼人脈咩係一種門票天天，行動底部嘅時間咩看人做事嘅能力啊，像係咩要度過嘅種吼，故意就啲咧送電路嘅人，喺佢愛做事嘅時間，哎呦無奈何佢做唔出來啊。佢當佢就啲咧送電路，係出家就同佢講，哎呀，你看適合做嘅亞灘老公，亞灘老公啦，吼，當伊去送電路，唔好嚟做死好咧。亞灘老公似到東西，跟住啦，亞灘朋友。亞灘真有嘅老公。是亞灘老公，雖然我覺得亞灘朋友。哦，希望你感謝安子姐。不過我今日要講，既然要講到呢個人脈嘅問題，見人脈嘅問題，有啲人吼，當會送電路，當會做人脈，當會做人事，做到吼，幾2年就變主管咧。哦喲，有按用嘅。拄到按用型嘅情況嘅時節，你自家又沒有靠山，又冇本山嘅時節，用半天因為留下來還係走咧，阿志怡。像我去一下嘅做事嘅環境啊，像我一開始你來嘅時間咩冇人嘛，咩冇乜嘅有關係嘅人。不過我感覺講，我非常嘅中意做呢件事情，我就會非常願意去做。就算冇人嘛，像我媽媽家常就亂我講，去棚下去機會手輕唔記。就搬埋下來。係，幾隻去棚就會唔記咧。係，嚇，回去。一起棚下起機會，咁正經係呢個，係順頭那個變聲音變到係幾個咧？你按照情況嗎？靠人脈湊直升機來嘅啊！係啊，你拄到按用人，你愛走嗎？你有走嗎？真難講。真難講嘛哈！理想也天生，唔係啊，你走，你是話到你走是為有人脈嗎？係啊，所以你要留下來。
紧张音嘛，喊老街头起心机打下来。哎呦，要甄嬛传这才是真正的宫心计呀！因为紧嘛会真诚的经营人脉，没凑起心机噶。哎，真嘅，唔係講當然咧送電路啊，送啊，咧送姻親吼，送到自家變主管。不過，哎，你真緊變到主管一些，你敢要採條土下輩嘅故鄉，敢要真緊。係講你睇湊詞就給湊到，哎呦，哦，當定應講咧，係嘅。好些，你拄到安尼清空的時節，因為用半天。其實我係感覺哦，口音嘛，應該係講佢下能力可能下好，因為說認真的，我們要做人際交流這件事情，係動難嘅一件事情。你哋冇會做成，其實冇音嘛，係動採購嘅事情。代表你嚟讓你做事情，就冇買辛苦嘛。大家冇係諗因為哦，因為對我來講，我感覺你老人相處哦，佢係相互利用嘅事情。這樣說不是我市儈或陳福生哦。唔係啊，你就係搏衝動黐命煙啊！唔係，我意思係講，係咪攻心計？唔係，我意思係講，兩三強下係做啲老事情變下簡單，變下腳掉，咁用班因為日生嘢熱配，安然天天都做咯，係咪？你要需要做啲兩三年停手，冇事，既然能力可能做啲讓你停手到，開始。做啲科技相互幫忙，這是我說的相互利用的意思。相幫相挺，好改利用，唔係講就是像剛剛那種攻心計，有沒有？開始情願動腦筋咧，開始應該挑戰講嘅動腦嘅事情啦。來，媽媽沒有講，人就是要有利用價值。係，不能利用。古時候你們知道你係一隻安樂，哎，我要本人利用嘅價值。就大家講有能力啦。做條路真嘅冇眼蓋嚇，用辦去做到本安尼同事之間都大家都當歡喜，你係主管當好，還有人客咧客戶啊，知道你當站到，敢有那種事情會發生會見。冇按用心改事情。除非啊，就話，除非咱日頭吼。打死片出來，打死片出來。係，我知道按好嘅事情，真是冇買可能啦。可是我相信是係時間會證明所有嘅事情，所以佢係真心相待。唔錯。真心相待，時間會證明一切。希望真緊。好心態是為老大家開示一下，好嗎？其實啊，我係感覺啊，因為第一自家做嘛嘅，天然自家嘅先去行。第一次家你要做埋事情都重要，但係你感覺到迷茫嘅時間是想一下，你開始嘅時間用辦法做呢一件事情。你看你所謂的今天我遇到的這個狀況是什麼？那係哦，你哋兩件共事，你做事情做得好，你有興趣嘅時間，根本唔係你自家其他人嘅事情，因為想到你順頭嘅大家停手原因，任何成功的事情都不是一觸可及的。榮耀要跟大家分享，有關。重輕評審，我覺得脖肩上升。希望愛那個師傅來開始感謝我們大家。真緊講啊，真緊，大家吼，安尼嘅職場路調整，大家真緊分享來安度吼，我相信安尼觀眾朋友們學到程度，不管吼你拄到乜用半天嘅主管，用半天嘅路調整，用半天嘅性格事也係拄到當地人腦界來到後客吼，我相信佢本人嘅人生係很啊精彩，因為希望最重要係乜嘅咧？下禮拜調整嘅時間，安尼嘅繼續來收看安尼嘅後生台上歌，因為大家講。好，捱啲下揾錯啲啊！